大家好，今日要介紹一隻就耀先雅典咁啊雅典嘅一個就高級嘅製錶品牌，咁雅典亦都就歷史悠久，咁呢隻就Neo Vintage 啦，大約1980年至90年代咁上下嘅 San Marco 嘅雅典啦，咁就133-88個 reference 啦，一個就非常之精緻嘅手錶，雙色面銀白配上銀灰啊，33mm 錶徑，一個就不鏽鋼嘅錶殼。最出邊呢度好似有啲紋啦，咁就有啲點嘅，都做得非常之精緻啦。再入邊呢一個就銀灰色啊，1至12啊，咁就羅馬數目字。咁另外佢有個日曆嘅，日曆係開咗個窗啊，喺呢個3點位嘅。另外再入邊呢，亦都係跟翻最出邊呢個圈啦，有啲一點點嘅。咁當然就好似隻錶就非常之有立體，而且加埋雙色面，睇落去設計上完全有呢個就製錶嘅美學啦。咁就當然有個雅典嘅logo 喺12點下面嘅咁個字啦 ，chronometer 嘅，咁就當然係一個天文台級數嘅手錶啦。一個就 San Marco 嘅錶殼啦，咁呢個錶殼其實都設計都非常之優雅，拋光打磨啊。另外呢度有1級咁嘅以上嘅，一個就雅典沙座框啊，咁啊物底設計配上個自動機芯啊，大家見到 San Marco 嗰個標誌啦。咁最靚啊！呢條帶其實都做到好靚，配上個原裝啊。不鏽鋼雅典嘅錶帶啊，呢個就1、2、3、4、5啊，5格帶嚟嘅，咁都其實都係密碼嘛。你見呢隻錶其實都有幾十年啦，都係做到咁直嘅，係啦，亦都比較我嫌佢比較粗少少，應該冇咁樣收落嚟嘅。呢個就直落嘅18mm啊，應該就18mm咁上下啦。咁呢個錶就33mm，因為當時啲錶係算大隻㗎啦。咁條仔又拋光打磨，你見就設計都好靚嘅，中間呢個特別大嘅，咁啲就可能有1長1短咁上下啦，咁係啦，咁有個呢個扣啦，呢條橋就比較削啲啊，不過因為當時可能慳成本或者唔諗得咁周到，不過呢個扣其實呢度就做得好唔錯嘅，你見咁樣拍落去都好穩陣，撳掣開嘅，唔係好似 P.D. 要拉出嚟嘅，咁當然有個雅典嘅 logo 都喺度嘅，咁就33mm，其實就而家興嗰細錶就幾好嘅，我又上手俾大家睇睇先，係啦，上手其實都係非常之唔錯，無論你着恤衫、T 恤都好啱嘅。咁呢個錶就唔係特別長啊，都有啲位嘅。你見我戴都有啲位嘅，所以就應該大家都會啱嘅。上手睇睇其實都非常之唔錯。咁當然你覺得鋼帶戴厭咗，配條皮帶亦都係非常之靚嘅。男女都啱啊，33mm啊。咁呢個錶就單錶一隻，冇痕冇證啊。咁就13000蚊。咁啊，中意朋友 WhatsApp 我靚啦。咁但係雅典其實好多其他錶同呢個狀態啊，其實非常之靚啊，亦都係一個高級製錶品牌啊。咁雅典當然最近呢幾年都多進色啦，係啦，亦都歡迎換下錶，中意朋友去 WhatsApp 我靚93391858嘅，多謝各位。